恭喜你，老板说第一个使用这台洗衣机的同仁要说说使用心得。我觉得很轻很顺手，水箱非常大，吸净力超强。没错，因为它这个马达超有力，1分钟有8000转。你刚刚撒在地上的玉米片都可以吸得干干净净。来，我再给你看一个东西。好，吹吧。来，再给你一张打打看。哇，超级干净哦！你把它打开看看，它有超强的干湿分离，整个盒子拿去倒掉就好了，不用拿卫生纸吸，你也不用搞得满手脏兮兮。最后再告诉你一个它很棒的功能，你把它放回架子上，它会自己洗香香哦。那这台洗地机1到5分你给几分？我给4分。等一下，你刚刚说多少钱？活动价3张小朋友有奖。那我给5分。我要去原购一台。